Hello，大家好。STEM 也好，STEAM 也好，呢一種高層次嘅跨科目協作，動用大量嘅人力物力，但係學生嘅學習成果係點樣先可以被妥善量度呢？點樣先可以講好呢個 STEM 嘅故事呢？為咗達成校本或者係政府嘅一啲 KPI，甚至乎咧為咗宣傳咧，其實學校咧往往咧係追求咧參加咗一啲項目嘅數量啦、課時嘅長短啦，又或者咧係買咗幾多昂貴嘅教材。而當 STEM 咧變成一種為咗指標嚇或者達成指標而存在嘅活動咧，咁咧佢嘅目標就好容易咧會變得模糊啦。我哋咧必須要反問自己，除咗嗰幾張學生好開心拎獎嘅相之外，究竟學生係內化咗啲乜嘢呢？目前咧衡量呢一個綜合式嘅 STEM 教育嘅成果咧，係面臨有兩大挑戰嘅。第一，測考咧係冇辦法反映到學生嘅 STEM 實力，因為咧傳統嘅筆試咧係專注於單一嘅學科知識，係好難咧去測量到學生咧係點樣整合晒一啲嘅知識，然後咧去解決一個真實世界嘅複雜問題。另一方面就係精英嘅迷思啦。活動嘅成果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淨係反映咗喺幾個代表學校去參加比賽嘅精英學生。對大部分嘅學生嚟講咧，缺乏一個清晰嘅框架去定義同埋測量究竟普通學生佢哋嘅學習成果係啲乜嘢。呢個咧就係點解我哋咧要引入一個實質嘅框架去引導一個 STEM for All 嘅教學啦。喺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25-2026教學實踐卓越指標（STEAM 教育部分）咧，教育局咧係提出過以下咧針對 STEAM 素養嘅定義嘅。培養 STEAM 素養不僅是指掌握數理科技等的知識和技能，更包括個人對科學和科技相關議題應保持的價值觀與態度，理解創新科技及其應用，以及綜合應用不同範疇所學並運用創意思維去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為人類福祉和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明智決定。而咧喺呢個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入面啦，我哋會可以睇到咧有啲嘅評分準則，就係可以喺價值觀和態度同埋咧知識與技能嘅段落裏面咧，輯到以下重點出嚟嘅。對數理科技嘅好奇心同興趣、共通能力、創新思維、關心社會嘅觸覺、國民身份認同同埋貢獻香港、國家同世界嘅精神、研究態度、解決大眾福祉、靈活變化、勇於接受挑戰、鍥而不捨解決難題嘅精神、用心聆聽、勇於發問、樂於協作和分享意見、自主學習跨學科知識和技能的能力、知識和技能並轉移到不同範疇及提升他們在科技高速發展世代中所需要的創新精神、創造力、協作能力、慎思明辨能力、創意解難能力。好啦，你睇完咁多嘅 jargon， 有冇發現咧？呢紮字同字典一樣咁厚嘅中學教育嗰個curriculum guide 係高度重疊咧。即係你作為一個 STEAM 嘅教育搞手啦，你望住一啲咁宏觀嘅指標，喂，其實好難做嘅，係咪先？咁我不如即係當係一個校長、副校長咁嘅級數嚇，我將成本嘅嚇 curriculum guide 照教咪得咯，係咪？咁我做 STEAM 有啲咩特別咧嚇？其實我哋有冇一啲更加 concrete、更加好嘅框架去幫助到我哋去規劃呢個 STEAM 嘅課程咧？嗱，或者我哋可以參考一下啦，以下一份咧2020年咧由 Professor Furlong 同埋其他作者咧提出嘅一份文獻嘅。咁呢個研究裏面啊嚇 STEM 嘅素養，我講 STEM 唔係講 STEAM 嚇，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埋個 A 嚇。STEM 嘅素養咧被視為咧 STEM 教育嘅靈魂同埋最終目標。呢個文獻裏面咧其實整理咗好多篇同 STEM 有關嘅研究，咁去歸納出咧一個幾一致嘅觀點，就係咧 STEM 嘅素養者係一個理解並能夠將 STEM 知識應用於生活情景嘅人。嗱，呢個咧唔單單咧係去知道一條公式，而係咧佢具備認知同埋情感嘅特質，喺實踐裏面咧去運用呢啲嘅知識嘅。咁文獻裏面咧係提到 STEM 嘅素養咧有唔同嘅維度嘅，政府嘅政策咧就往往側重咗喺經濟同埋職場嘅維度，佢哋咧係想建立一啲人才嘅管道啦，去維持翻成個嘅經濟競爭力。咁但係學術研究方面咧，其實我通常都會話俾我哋聽咧，素養咧係更加應該咧有一個全人發展同埋社會嘅維度。咁我哋咧係讓學生成為一個咧可以面對未來、有道德判斷力同埋咧可以貢獻社會嘅公民。咁喺呢個研究裏面咧，其實係詳細列出咗咧 STEM 嘅素養應該有嘅關鍵素質嘅。咁咧令到呢啲嘅素質咧唔再係一啲模糊嘅口號啦，有詳細嘅描述。咁我因應今次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啦，咁啊再加以延伸去整理咧，就變成咗以下嘅5個評估維度。
咁第一咧就係個認知素質啦，包括咧就係解決問題嘅能力啦、批判性嘅思考，要求學生可以處理一啲咧結構不良啦、冇清晰定義嘅冇標準答案嘅問題。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一個創意嘅特質啦，咁就係要學生咧展示到可以發展佢嘅創意啦，同埋一啲嘅發散性嘅思考。咁第三就係個人嘅能力啦，包括咧係協作、溝通、團體合作，同埋咧面對變化嗰個靈活性同埋嘅適應力。第四咧就係一個質素同態度，呢一方面咧會着墨多少少。第一啦就係個風險嘅承擔啦 （risk taking） 啦，究竟學生有冇一個嘅勇氣去承擔一啲未知風險咧？佢會唔會選擇一啲咧係有風險嘅方案咧？咁第二咧就係一個對失敗嘅正面態度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學生非常之需要嘅，亦都有唔少同工成日都提及嘅成長心態，一個 growth mindset 啦，就話將失敗咧係視為一個優化過程嘅其中一個部分。咁第三咧就係一個延遲判斷啦，咁就係咧我哋喺落定論之前啦我哋先收集足夠嘅證據咁我哋先係諗清楚，然後先至去判斷究竟呢件事係啱定係錯，唔好下下咧一見到有少少嘅問題咧，我哋即刻就驚啦、騰雞啦，咁啊收起。好啦，咁第五咧就係一個社會同環境嘅意識啦，咁啊包括嚟呢啲創新對人類、社會、環境同埋資源咧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啦。咁以上嘅5個特質啦，其實同另一份好重要但係10年前嘅文獻咧，係由Bybee喺2010年咧去提出嘅嚇。佢講嘅4大 STEM 支柱咧係非常之吻合㗎。咁啊4大支柱咧分別就係發展與運用知識啦、理解 STEM 嘅探究本質啦、認知 STEM 如何形塑呢一個嘅世界啦，同埋作為公民咧係點樣去參與呢一個嘅挑戰嘅。咁有咗呢啲關鍵嘅素質作為參考啦，咁我哋喺香港嘅課堂咧係可以點樣針對性去改進咧？喺我嘅經驗裏面咧，大家咧可以考慮咧以下呢4個部分嘅。咁啊建議1啦，就係咧我哋要針對風險承擔同埋失敗接受，去優化咧我哋嘅評核準則。咁喺跨學科嘅項目裏面啦，我哋係應該降低嗰個產品功能個分數比重嘅，轉而咧我哋就應該係評估學生咧喺佢哋嗰個迭代嘅過程中，佢哋嘅表現係點樣。嗱，如果一個小組咧佢係失敗咗3次，但係咧佢每一次咧都可以詳細分析個失敗嘅原因，然後咧係提出一啲具體嘅改進建議。咁其實咧佢哋所展現嗰個 STEM 嘅素養咧，或者咧係唔差於嗰啲咧一次咧就成功嘅小組嘅。咁建議2啦，就係咧針對一個自主管理同埋決策啦嚇，咁我哋咧就將佢由食譜式嘅教育變成咧開放式嘅教育啦。我哋咧唔好咧再去一步步咁樣咧叫啲學生跟住我哋做，好似食譜咁樣啦，有晒 step 㗎，唔係俾一啲實驗嘅說明書佢哋，而係咧我哋作為老師，我哋應該轉化為一個學習環境嘅設計者。我哋咧嘗試去俾一個目標佢哋，例如啦，我話我哋而家有好多個劏房嚇，劏房裏面咧經常都會有一啲熱氣嘅聚積嘅。喺物理嘅角度上，我哋點樣可以解決呢啲嘅問題咧？咁咧我哋咧就係俾學生去自主決定佢用啲乜嘢材料有啲咩方案呢個過程裏面咧唔好強迫佢哋咧要決策俾佢哋咧係冇成品都可以嘅。我哋咧避免咧啲學生或者係老師咧過分執着於嗰個輸出，令到佢哋咧可以集中精神咧去喺中間去反思、去諗、去覺得邊樣嘢好同唔好，去作出判斷。咁建議3啦針對協作同埋知識嘅交換咧，我哋建立一啲外部嘅網絡。咁我哋利用學校以外嘅資源，其實而家非常之多啦例如咧，我哋可以邀請業界嘅專家啦、科學家啦去進行一啲嘅遠程嘅交流啦。咁俾學生咧喺個團隊裏面咧，唔單止係分工，仲係咧去學識點樣將外部嘅資訊、外部獲得嘅專業資訊，去整合到自己嘅項目裏面。咁但係咪個個同學都有咁強大嘅 networking 咧？我又相信唔係嘅。咁但係而家我哋進入 AI 世代啦，其實 AI 都係一個好好嘅專家嚟嘅。透過 AI 嘅建議AI 話俾我哋聽，我哋可以參考啲咩資料。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外部資源嚟㗎。好，提議4啦，就係針對一個嘅社會影響嘅意識啦。我哋咧去做一個嘅project 嘅時候咧，應該係連結本地社區嘅一啲議題嘅。咁我哋咧就將個項目定點喺香港真實存在嘅社會問題嗰度，
例如啦，我話考慮到環保同埋資源影響，可唔可以設計一個咧減少學校廚餘嘅系統咧？咁呢個咧其實係可以讓到學生明白啦 ，STEM 嘅力量咧唔係淨係為咗競賽嘅啫嚇，我哋咧仲係為咗改變身邊人嘅福祉、身邊人嘅生活去做嘅一啲 project。咁當然啦，實際上要點樣可以喺簡單地喺學校嘅情景裏面做到咧？有機會咧可以再同大家咧去討論一下嘅。STEM 嘅教育咧唔單止唔應該咧係單止咧去達成一啲教育局或者係學校嘅 KPI， 佢嘅終點咧其實應該係培養出具備 STEM 素質嘅公民。咁啊，當我哋咧開始關注學生嘅風險承擔能力啊、思維嘅靈活性啊，甚至乎佢對社會嘅關懷嘅話咧，其實我哋先係真真正正咧去為呢一啲嘅學生咧，佢哋嘅未來嚇，佢哋喺 STEM 科目、STEM 嘅行業裏面嘅未來咧，去做好一個準備，令到佢哋成為咧一個具備 STEM 素質嘅良好公民。有關 STEM 素養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啊今日講到嚟呢一度啦，下次咧有機會同大家講下啦，我哋點樣透過 formative assessment 咧去幫學生咧去達成一個 STEM 素養嘅培育。下次再見，拜拜。如果你支持井頻道嘅製作嘅，請你記得支持4部曲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希望咧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咧我哋一個人嘅廣東話教學製作。如果你有其他有興趣嘅課題，歡迎咧留言話俾我知，我會優先製作嘅。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